大力，修得不错嘛，啊，哼哼，不错，大力，这块石头是从哪儿来的？上师啊，这是您的新传大弟子们搬来的。哦，要是那样的话，他们搬来的石头对你工程不合适，把这石头搬开，送回原处去。上师啊，您已经答应不拆这雕房了，还有师母做了证人呢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说过这话，但是我的弟子们都是2次第瑜伽的观修者，我可没说过让你意识他们。我不是让你完全拆除，你只要把这些石头运回原地就可以了。上师，遵命。上师之恩。
大力，你过来。现在你可以把这块石头搬来做墙基了。遵命。上师这么多弟子都得到灌顶了，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呀？上师啊，哈哈哈，